誠實的恩賜與你同在，也與你同在。各位親友，今天我們歡在最主的聖殿，一同參與馮兆章先生、馮守曼小姐的結婚典禮，表示我們為他們兩位的祝福和支持，並為他們的結合作證。婚姻是天作之合，現在就讓我們祈求天主降福這對新人永結同心，白首偕老。上主，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，福佑新郎新娘，他們在你救教會和親友面前結為夫婦，求你降福他們相親相愛，白首偕老。因你的聖子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，他把你及聖神，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活。阿們，各位請坐。現在進入聖道禮，讀經會喺典禮嘅小冊子第54頁，請大家打開54頁。恭讀創世記，上主天主說：人不宜單獨生活，我要做給他一個與他相配的助手。上主天主用塵土造了各種野獸和各種飛鳥，帶到人面前，看他怎樣給他們起名。凡是人給生物所起的名字，就成了他們的名字。於是人給各種牲畜、飛鳥和各種野獸都一一起了名字，卻沒有找到一個與自己相配的助手。上主天主使人熟睡，他就睡着了。上主取出了他的一根肋骨，又用肉補滿原處，然後上主天主用那根取自人身上的肋骨，造成了一個女人，帶她到人面前。人就說：這是我骨中之骨，肉中之肉。他將稱為女人，因為她是從男人身上取出來的。因此，人離開自己的父母，與他的妻子結合，兩人成為一體。這是上主的話。謝天主。答唱詠，請大家打開典禮小冊子嘅第56頁。請大家一齊回答答句：上主的慈愛充滿大地。上主的慈愛充滿大地。奉上主為天主的民族，真是有福。蒙上主選為產業的子民，真是有福。上主的慈愛充滿大地。上主的眼睛常垂顧敬畏他的人，他常眷顧仰賴他仁慈的人。上主的慈愛充滿大地。我們的靈魂期待上主，他是我們的保障和輔助。我們因
恩，我們信教他的聖名。上主的慈愛充滿大地。上主，求你向我們改施慈愛，因為我們仰望你。上主的慈愛充滿大地。福音前歡呼，請各位起立。阿利路亞，請大家一齊回答阿利路亞。我們如果彼此相愛，天主就住在我們內，而他的愛就在我們心中滋長，達至圓滿。阿利路亞。福音係第47頁。福音係第47頁。願主與你們同在。假如你的心靈同在。恭讀聖馬爾谷福音。主願光榮歸於你。那時，耶穌對猶太人說：創造之初，天主就在了男女，因此人要離開他的父母，兩人成為一體。可見他們已不是兩個，而是一體了。那麼，天主所結合的人當然不能拆散。上主的話。基督，我們讚美